Hello，Hello，大家好啊，我係 Hunter 啊，開始今晚嘅復盤啊。今日咧，港股係升咗468點，係咪先？呢個反彈都幾強勢嘅，但係大家可以睇下啊，今日升嗰啲嘢係邊度？係邊個類型嘅股票？係咪先？所以講我想係講，即係指數反彈肯定係好事嘅。呢個市唔會再挫落嚟嘛。咁對於成個投資氣氛係有正面嘅影響嘅。但係大家要記住指數反彈睇起身係一片繁榮嘅，但要小心啲海市蜃樓啊，係咪先？你睇過港股今日係點嘅？今日升嘅係邊啲股票？紫金礦業呢種好耐都唔升啦，紫金礦業啊，仲有金融股啊，金融股呢種係咪先？仲有生物股都升咗，呢都係因為科技股係今日係其實相對嚟講唔係咁好嘅特別係我哋睇過結合尋晚其實係嗰個儲存芯片係升得比較好嘅，但係我哋睇到就好似呢種我哋睇過道指係升得比較好嘅，咁其實佢嘅光通訊方面，佢係尋日係其實並唔係好好嘅，相對於嚟講佢唔係咁好嘅。因為我睇到好多都好分化，特別係今日，因為依家儲存芯片依然係最強嘛。咁其實今日係出咗一件事嘅，呢個三星同海力士係插水嘅。到臨近即係3點左右咯，插水嘅。點解呢？因為插水係有嘅事件嘅，即係講華爾街啲大行出面限制對沖基金對沖，即係三星同埋海力士呢種儲存芯片嘅公司，因為呢個槓桿太高啦嘛，佢即係講去槓桿嘛，去槓桿而且個海力士同三星都升得比較多。所以喺今日係指數比較繁榮嘅情況之下，其實係科技股好多都係表現一般般嘅。咁呢件事係點呢？係因為就好似摩根大通啊、高盛啊、花旗啊，呢度都係限制嘛，佢限制嗰個新嘅 ETF 嗰啲買入加槓桿嘛，加槓桿就係唔可以再加槓桿啦嘛。就驚嗰個科技泡沫比較嚴重嘛。但係呢件事呢，我係點睇嘅？我係覺得雖然講係限制，我對於短期嚟講，股價可能又會受影響特別係嗰啲升得比較高嗰啲科技股，儲存芯片光通訊嗰啲係有影響嘅。但係我覺得長遠嚟講嘅話，去咗槓桿其實係好事嘅，慢慢去咗啲槓桿。咁到以後就唔會講話好多被動拋盤咯。因為如果你被動去槓桿嘅話，你主動去槓桿比被動去槓桿嗰個軟着陸嗰個效果，我覺得會好啲嘅。所以講呢件事其實長期嚟睇係好事嚟嘅。咁短期可能會波動啲嘅。咁其實你唔做追高嘅動作，其實係唔係好緊要嘅，係咪先？就好似即係你追高話，肯定好危險咯。就好似儲存芯片今日係受呢個海力士插水嘅事件影響，咁佢都跟埋調整嘛，跟埋調整。所以講，如果係你追高，因為兆易創新似呢種港股，佢成週嗰時表現都 OK 嘅，係咪先？係升住嘅。咁下週開始佢就慢慢插水啦嘛。佢都係覺得呢個三星海力士呢個受限制消息應該係提早走漏咗風聲嘛。咁做儲存芯片嗰啲資金慢慢就係減啲倉咯，所以影響。所以講你唔係追高嘅情況之下，其實問題唔係好大嘅，係所以向操作成係要小心少少嘅。咁再講到唔好追高，咁其實今晚要上市嘅 SpaceX
SpaceX 其實係需要注意呢一點嘅，因為呢個係嗰個嗰個關注度係非常高嘅，所以呢個有可能好多人會追究，特別係 SpaceX 係有嗰個2倍個槓桿嘅 ETF 同時上線嘅上市嘅，到時係就冇要追得太高啦，追得太高嘅話，咁其實唔好，因為佢估值係偏高啲嘅，一上市就係1萬億嘛，1萬億市值噶嘛，係咪先？所以講係比較高嘅。但係長期嚟睇嘅話，呢種肯定係科技未來一個關注嘅焦點噶嘛，都會有帶動，因為佢帶動嘅行業係比較多噶嘛，特別係星鏈啊、火箭啊、太空順力啊呢種公司都可以留意嘅，都係要留意，因為呢種公司就係好高科技嘛，因為帶動啲產業鏈嘛。所以講係需要留意，長期留意嘅係 SpaceX， 咁但係就警惕下，就冇要追究操作咯，係呢方面係。咁講下我哋嘅方德嗰個簽鬥同埋競猜嘛，世界盃競猜嘛，大家係點入嘅？就喺嗰個 Apps 入邊有個行情，點行情，唔好點交易喎，點行情，行情點咗之後，上面自選股嘅。咁你左手邊左上角有個公仔嘅，點入去就有嗰個任務中心就係打卡嘅。嗰個簽鬥你唔使手動簽鬥，叫佢你點入到呢個頁面，叫佢自動幫你打卡嘅，送積分嘅然之後你又可以點成長任務，做啲任務又可以送積分呢個。送咗積分，你又可以點個呢個積分商場去兌換禮物。你夠積分嘅話，可以兌換嗰個學習機嘛？學習機係要二十幾萬積分噶嘛？係啊，咁其實依家就好似我嘅積分都有1萬幾啦嘛，你可以咁啊。係，仲有頭先講嘅點公仔入去任務中心，咁你又可以點活動中心。活動中心係競猜球隊嘅世界盃球隊比賽，邊支球隊贏嘅，你參加咗，你都可以積分。你猜中咗邊支球隊贏，都可以加積分嘅。你點咗活動中心，最上面有個顯示100萬口禮等緊你。呢個世界盃競猜，你要猜活動嘛，猜邊支球隊獲勝，猜中咗你又可以積分，係就取住啲積分先咯。所以就到時再睇過可唔可以夠積分去兌換學習機咯。我哋學習機係比較好嘅仲有呢種你打卡點可以獲得積分呢？你睇直播都可以送積分。仲有你同我互動多啲嘅，我都可以送你積分。係啊，仲有嗰個每日嘅首次交易都可以送你800積分。咁你預約我去線下去參觀我哋門面嘅，即係上環嗰度你都可以領取2000積分，係，所以積分係好有即係好多渠道係可以獲得積分嘅，係咁你積分又可以換嗰個MiuTV 嗰個觀看嗰個禮物嘛，係，到時有乜唔明可以隨時問我啦。好嘅，咁今日到呢度咯，拜拜。